我去到韓國咧，我係好中意捐窿捐罅揾唔同嘅品牌去試。去到日本咧，我係用嚟用去都係得嗰幾個 brand。結婚嘅我咧，梗係要打穩陣波，都係會用翻日本嘅國民品牌 Elixir。佢哋產品咧，真心係又安心又高效。佢哋唔係一個好高調嘅品牌啦，但係每一次出產品都係會引嚟轟動。譬如話係呢一款日本 No.1 殿堂級嘅精華水同埋乳液都出咗新 version。我中意佢哋咧，成分一啲都唔複雜啦，新嘅版本咧都加入咗王牌成分 Color Generator， 可以激活膠原再生，排走呢啲老廢嘅膠原。重點佢唔係淨係生膠原咁簡單，而係生出嚟嘅膠原質量係有 level up。當你膠原非常之強勁嘅時候，效果先至可以 keep 得落。值得留意嘅呢一支精華水都係一個成分係攞咗美妝界嘅諾貝爾獎，加埋入面呢個高效滲透技術咧，好快就幫皮膚泵滿水，全日都唔乾。我試用嘅時間咧，其實都幾急得7日，但係出到嚟嘅效果咧係肉眼可見，皮膚係真係飽滿啦，有光澤感，呢啲細紋咧都明顯淡咗。連續4個星期嘅話咧，效果係更加提升。結婚前咧，我係非常之放心用，因為佢完全冇呢個致敏成分。呢一款 Brightening 咧就係針對呢個色素沉澱同埋亮白。過埋幾日咧，我就去試埋佢。好消息，終於唔使靠朋友去日本買啦，而家萬寧松本清同埋 Cosmed 都有得買啦。